大家好，楊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咧好榮幸咁同大家去介紹咧一個餐飲業嘅一個新嘅環保嘅計劃啦。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贊助嘅餐飲業碳中和計劃。咁氣候變化咧，其實同埋極端天氣咧帶嚟嘅不良嘅影響咧，亦都係越嚟越明顯啦。相信大家都會越嚟越感受到嘅。其實碳中和已經係成為咗全球一個嘅共同嘅目標啦。唔同嘅地方亦都會積極咁去進行一啲嘅綠色嘅轉型，全力咁去減少碳排放嘅。咁香港特區政府咧，亦都訂立咗一個好進取嘅一個嘅氣候嘅目標啦，包括咗係2050年要前啦，就要實現到個碳中和嘅。亦都需要喺2035年之前咧，將個碳排放量咧去減少一半。咁為咗要去達到呢個極具挑戰嘅目標咧，都需要去全民或者全國界嘅積極嘅參與啦。企業都可以喺唔同嘅各自嘅營運嘅範疇裏邊咧，透過節約能源啦、減碳啦、減廢物回收啊等等咧，去實踐一個減碳嘅行為嘅。咁而飲食業界咧，包括咗有超過12000家嘅食肆啦，或者係餐飲業嘅一啲嘅企業啦，亦都係牽涉到有20萬嘅從業人員嘅。耗能咧，亦都係佔據咗整體商業嘅耗能，大約係2成嘅。所以咧，可以講話係商業能耗嘅其中一個大嘅用戶啦。而大部分嘅減廢嘅措施咧，例如係廚餘回收啊、垃圾嘅以前雖然依家係擱置咗啦，垃圾嘅徵費啊，甚至係一啲嘅廢即係塑膠嘅一啲嘅減控等等咧，往往呢啲所有嘅政策咧，都係飲食業咧，都係首當其衝，亦都係擔當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啦。為咗去共同去實現香港特區政府訂立嘅碳中和嘅願景，我哋係推出咗飲食業嘅碳中和計劃。呢個計劃咧係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去贊助，生產力促進局咧係作為一個執行機構啦，亦都係得到餐飲聯去做一個嘅主辦方啦。我哋希望能夠令到飲食業嘅從業者咧係深入咁去了解到可持續發展同埋減碳嘅相關嘅議題，並且係實踐低碳嘅營運嘅模式嘅。咁喺餐飲業碳中和嘅計劃裏邊咧，係會有4個大嘅元素嘅，包括咗係針對飲食業界嘅一站式嘅資訊嘅平台啦。另外就係餐飲業嘅碳中和嘅聯盟，同埋餐飲業嘅碳先鋒嘅表揚嘅計劃。另外咧，亦都係有一系列嘅認知推廣同埋能力提升建設嘅呢一啲嘅活動嘅。正如剛才所講啦，咁餐飲業界一向咧都喺各種嘅環保嘅議題上面咧，往往都係站喺最前線嘅位置嘅。無論係垃圾徵費啊、一次性嘅塑膠嘅管制啦、廚餘回收等等咧，都係首當其衝嘅影響到各位嘅。所以，但係咧，面對各種各樣嘅一啲嘅環境嘅挑戰同埋一啲嘅法例上面嘅一啲嘅轉變咧，往往餐飲業都會覺得都會反映到咧係唔知點樣去應對，又或者唔知喺邊度去揾到一啲嘅最新嘅資料嘅。所以咧，我哋係會係構建一個針對翻一個飲食業界嘅一站式嘅資訊嘅平台啦，希望能夠提供到一啲最新嘅法規同埋要求嘅一啲嘅資料，亦都會分享一啲嘅減碳減排嘅一啲嘅心得嘅。我哋亦都會構思一個嘅簡單嘅一個嘅配對嘅工具啦。食肆只係需要輸入一啲嘅回答幾條簡單嘅問題，系統就會幫你去建議一啲合適你哋去參加嘅各種嘅認證啊、標籤啊，甚至係獎勵計劃嘅一啲嘅資料嘅，鼓勵各個食肆咧能夠追求到個環境嘅卓越。另外咧，其實下一張 slide 咧，我哋都會介紹到一啲嘅碳中和嘅一個嘅聯盟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喺呢一集式嘅一個資訊嘅平台咧，亦都會係用唔同嘅方式咧，係去顯示到參與我哋個飲食業低碳嘅約章方面嘅一啲嘅企業嘅，希望能夠鼓勵到更多嘅市民咧，去多啲幫襯一啲嘅低碳嘅食肆。
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有對於一啲嘅低碳同埋環保表現係比較卓越嘅一啲嘅公司咧，我哋亦都會去推出一個嘅餐飲業嘅碳先鋒表揚嘅計劃。我哋會針對各個環節啦，包括咗係嘅碳管理方面啦，甚至係廢物嘅管理啊、員工方面嘅培訓啊、水資源嘅利用啊等等各方各面咧，作出一啲嘅評核。去評核呢啲食肆咧喺碳中和嘅表現，並且係作出一啲嘅表揚嘅。咁咧，如果我哋都喺度咧鼓勵大家都去積極去參與啦。咁啊，亦都可以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咧去參加我哋不同嘅一啲嘅承諾嘅計劃啦，同埋一啲嘅傑出嘅表揚嘅計劃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舉辦安排一啲嘅不同主題嘅一啲嘅研討會啦。咁除咗今日之外咧，其實我哋之後亦都會有不同類型嘅一啲嘅研討會，包括咗喺12月啦，我哋會舉辦一啲嘅廚餘回收方面一啲嘅實際嘅一啲嘅實地嘅考察嘅等等嘅活動嘅。咁啊，希望能夠透過呢啲嘅實地嘅考察啦，或者工作坊咧，提升大家喺低碳管理方面嘅能力嘅。咁我期望餐飲業能夠同政府齊心去同行啦，開創碳中和嘅未來，成就香港零碳排放、綠色宜居、持續發展嘅一個願景嘅。咁啊喺個熒幕上面都會顯示到我哋唔同嘅一啲嘅 Facebook 啊，同埋一啲 Instagram 啦，都可以去 like 我哋嘅 page 啦，亦都係積極去參與我哋唔同類型嘅一啲嘅活動同埋計劃嘅。咁我介紹佢哋。